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7月初9的迦南之声。我是尤波牧师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敬拜上主应有的态度。我们要来读诗篇99到100篇，请弟兄姐妹你先读过一遍。我们要来读今天RPG 的金句，要颂赞上主我们的上帝，要在他的宝座前敬拜，他神圣庄严。诗篇99篇第5节。近几年在台湾华人圈中兴起非常多华人自行创作的诗歌。有一年在某大学举办一场一连3天的大型敬拜赞美聚会有许多敬拜团队自世界各地齐聚，他们轮番上阵，将被神使用的美好诗歌带给与会的人。一个自北美前来非常受到年轻人喜欢的团队，他们也参与在这一场聚会当中。那当主持人，他在后台向该敬拜团主领打招呼的时候，他并礼貌性的对他说：“我好喜欢你的歌哦。”没想到对方转身回应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接着掉头就走。那名主持人傻眼心想：做音乐的人真的很怪呢。这句话有什么不对？我又不是说你的音乐难听。接着当他们上场的时候，年轻人就欢声雷动。当唱到大概第3首诗歌的时候，这位主领敬拜的人突然说：“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。”结束上一次全台这个巡回，回到北美洛杉矶。有一天，他早上起床，在家中灵修祷告的时候，突然上帝就对他说：“你把年轻人带错路。”吓坏了他说：“主啊，我把年轻人带来敬拜你，你怎么会说我把年轻人带错路了？”上帝说：“你把年轻人带到你的面前，带到你们团队的面前，却不是带到我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不是这样想的，但如果我所做的结果是这样，我跟你认罪。如果更多的年轻人喜欢我的歌，喜欢我的人，喜欢我们的团队胜过爱上帝你，那我错了。”他跪在地上跟上帝认罪。上帝说要他回台湾去，你在哪里让人跌倒，你就在那里向众人认罪。怎么办？他到全台湾巡回，难道接下来要进行巡回认罪之旅，一站站跪下认错吗？上帝说：“只要你愿意，我会为你开路。”其实他很挣扎，但他仍然跟上帝说：“我愿意。”说完“我愿意”没多久，台湾的这场敬拜聚会邀请就打来了。刚刚才跟上帝说愿意，现在叫他去，不就代表要在那场聚会当中认错？所以这个主领敬拜的他非常挣扎，
所以当主持人在后台称赞他的时候，他才有生气的反应哦。因为当时他在挣扎，上台真的要道歉认错吗？但是后来他真的这么样做了，台下3、4千人，他就跪在台上，向台下的年轻人说，如果我真的把你们带到人的面前，带到歌的面前，却没有把你们带到上帝的面前，我跪在这里，我在上帝和人的面前向你们道歉。当那位敬拜主领的在北美跟上帝说我愿意的时候，上帝就给他一首诗歌哦。于是他就写下了爱我愿意这首诗歌。我愿意降服，我愿意降服在你爱的怀抱中，我愿意降服。这就是这位带领敬拜的主领人员，他经历了上帝给他的新的诗歌。当他愿意降服的时候，今天我们看到诗篇99篇是7篇称谢耶和华为王诗诗篇中的其中一篇。本篇描写君王是位圣洁的君王，诗人感受到这位上帝何等的圣洁大而可畏，因此呢，他尊崇敬拜和赞美这位上帝。在这首赞美耶和华为王的诗中，诗人一开始就宣告圣洁之神为全地的王，万民你们都要来敬拜他，因为他本为圣。接着描述圣洁的上帝施行公平公义，他们当尊崇耶和华，因他本为圣。后面就描述圣洁的上帝以赦免与报应对待以色列百姓，因此虽然上帝因百姓的罪过而惩罚他们，但他仍然宽恕他们。他是这样的宽恕的上帝，因他本为圣。诗篇100篇是诗篇中唯一以称谢诗为标题的诗篇，以感谢来回应上帝的作王。这篇诗篇耶和华作王诗篇的最后一篇，就是从93篇开始到100篇。他不仅将赞美带到最高潮，也是本卷的中心信息。圣经学者认为，这是在圣殿落成时，民众结队游行，然后贯穿过圣殿大门进入前庭，他内心充满了喜乐，而唱这首称谢的诗歌。诗人感受到这位上帝是何等的圣洁大而可畏，因此尊崇敬拜和赞美这位上帝。诗人这一次以上帝的敬拜为重点，诗人称颂上帝是公义，并鼓励我们尊崇和敬畏他。上帝的主权充满了整个世界，上帝的公义公平是我们应当效法。所以在这种尊敬和敬畏当中，并非恐惧，而是对上帝的全能公义真诚的崇拜跟尊敬。诗篇100篇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敬拜赞美的心态的转变。诗人呼吁我们要以欢喜的心来赞美上帝。他说，你们要向耶和华欢呼，全地都侍奉耶和华，欢喜来向他歌唱。在这里我们看到赞美上帝不仅仅是尊崇和敬畏，而是满怀喜乐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敬畏上帝的
威权跟公义。诗人提醒我们，上帝坐在基督伯上，上帝的公义和公平是绝对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在自己的生活当中认识到上帝的权柄，敬畏他并遵守他的律例。第二，我们要看敬畏上帝的敬拜与赞美。这里提到摩西、亚伦、撒母耳，他们作为神的仆人，为上帝的公义代祷。诗篇99篇就强调了敬拜的神圣性和必要性。神的圣山是值得赞扬的，所以我们应该以敬畏和感恩的心来敬拜上帝，歌颂他的伟大能力和慈爱。最后一个就是感恩与喜乐诗篇100篇充满了喜悦和感恩。这篇赞美诗鼓励我们在敬畏上帝的同时，以喜乐的心灵来侍奉上帝。这首诗向我们展现了上帝的恩典跟慈爱，使我们认识他是我们的造物主。我们应该用感恩和赞美的心来进入他的门，用欢呼和歌颂的声音来向他颂赞。所以当我们以敬畏的心态来对待上帝的时候，提醒我们更谦卑顺服他的吩咐。就好像这首诗歌，爱我愿意，我愿意降服在上帝的带领。我们的生活当中需要有他的引导跟启示，所以当我们敬畏上帝，也给我们智慧，也提醒我们是他所造，所以我们应该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他的慈爱和赐福。我们来默想，是从经文当中找出敬拜上主的原因，还有应该有的态度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因为你是至高的上帝，你的名是可敬可畏的，让我们心存敬畏，谦卑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彰显你的圣洁和公义，也彰显你神圣的同在，让我们意识到你的权柄，你的威严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向你祈求，帮助我们在敬拜当中持守正确的态度，让我们在敬畏当中来到你的面前，并且在喜乐中敬拜你，经历你的慈爱和信实。求你赐下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使我们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，让我们在敬拜当中能够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谦卑跟爱，帮助我们彼此来尊重，拥有怀着谦卑和服侍的心，让我们的敬拜彰显你的慈爱和和睦，让我们成为彼此的鼓励跟支持。愿我们的敬拜不仅仅在教会的崇拜当中，也在日常生活活出主你的爱。我们将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您的收听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来与人分享。我是宇波牧师，祝福你在敬拜赞美上帝当中经历他的同在跟赐福。我们下次再见哦。